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大灣區一條龍置業頻道啊嗱，我係阿龍啊。嗱，平時介紹嘅兩房、三房、四房介紹得多啦，今日介紹嘅係一房啊，珠海市中心啊，前山一房，只需要總價47萬，你就可以攞低一套45平方嘅一房啦。出門就係前山河景啊，10分鐘返到港珠澳大橋岸同埋拱北岸，名正言順嘅珠海市中心樓啊嗱，係現樓現證啊嗱。月租抵月供㗎啦，嗱2000蚊嘅月供嘅啫。我哋位於前山嘅金雞路啊，嗱珠海市中心嚟㗎。嗱上面1至4層咧就係我哋嘅商業體啊啦。睇下呢啲湖南菜啊、湘菜啊，哇完全開晒業㗎啦。咁返到屋企有咩好處啊？嗱食完飯落嚟3樓4樓唱下 KTV 啊嗱，卡拉永遠 OK 係咪先？仲有一樣嘢就唱完卡拉 OK，我哋喺3樓有個溫泉同埋我哋嘅按摩啊嗱，你都知啦，有溫泉有桑拿，可以令到自己身心解放。返嚟大灣區咁辛苦做乜嘢？肯定係享受啦嘛，係咪先？呢度一套房47萬啊！咁我哋再睇睇我哋嘅實體樓先。嗱，上到嚟咧就係我哋嘅實體樓嚟嘅嗱，3個電梯啊，36戶啊，36戶啊，咁我哋先睇睇我哋45平方嘅先。嗱，講價佢嘅交樓標準入嚟咧嗱。洗手間啊，呢個位置啦，呢個位置要自己做衣櫃啦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洗手間，夠晒大啦。因為咧佢係包俾酒店㗎，你可以自己住啊。佢呢邊咧就可以包租。咁當然啦，呢套房啊47萬啊，佢45平方啊嗱。咁如果係包俾酒店咧，嗱呢度咧就做咗2個電腦台嘅，係冇廚房嘅，包俾酒店。咁咧如果係你自己居間咧，就有呢啲啦。即係自己居間咧就會有我哋嘅3件套啦、衣櫃啦，咁啊同埋呢個酒店嘅床啦。如果包俾酒店咧，呢度咧就每個月大概2000蚊，你返還翻嚟夠晒大嗱，雙人套房。有啲係做咗單人套房，有啲2米嘅大床啊嗱。呢度咁呢個景觀咧無敵嘅，冇遮擋㗎。咁呢套房咧如果你即係買翻嚟自住咧就 OK 嘅，因為咧10分鐘我翻到港珠澳大橋岸咪拱北口岸啦。咁再借一個咧，呢套房咧，如果係租俾酒店咧，每個月有2000蚊啦嗱，每個月有2000蚊，你嘅回報率都 OK 嘅，你只要俾個首期啦，咁你就可以擁有一套房啦。咁啊，再睇睇我哋嘅前面咧有一套咧就大少少積嘅53平方，但係呢個價錢會略為高啲，係去到60萬嘅。但係咧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嗱入嚟指紋鎖啦。密碼嘅咁啊呢啲玄關鞋櫃啦，嗱呢個53平方嘅，咁入嚟呢個洗手間包括洗衣機啦，沖涼房見到嘅嗱呢啲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夠晒大嘅啦嗱，乾濕分離。如果買翻嚟呢邊居住咧，呢套房都唔錯嘅，30萬首期，咁月供大概2800蚊啊，咁呢個位置咧一個廚房。啲廚房咧，所有嘢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嚟嘅啦，仲有淨水器啦，我哋呢度3件套，咁咧呢啲即係譬如買呢一套咧，咁就可以拎包入住啦，咁啊孭埋個背囊入翻嚟噶啦，咁亮點嚟啦，呢度睇到成個前山河景嘅，呢啲景觀啊，前面望到我哋澳門啦，呢啲景觀望到澳門 ，O 唔 OK 啊嗱？呢套房總價60萬，哇！住喺呢度有乜好處啊？真係舒適寫意啊嗱，可以翻嚟聽下歌仔啊！今天我幾舒服啊！望住小區，望成個呢個河景嘅前山啦嗱，呢個係真正嘅前山河景房啦。呢個河景房望住，哇！夜晚嘅景觀更加靚啊！真係車水馬龍，又可以望到成個澳門嘅景觀啊！啱唔啱你嘅 feel 啊？再借一個咧，你翻嚟呢邊居住咧，食完飯可以落去唱歌啦、購物啦、shopping 啦，咁啊，加上咧呢度係珠海市中心㗎，係珠海市中心有啲咁平㗎。如果剛才度47萬滿足唔到你，呢度53平方60萬夠晒大你睇下平靚正之餘，而且係珠海市中心一手樓，係現樓狀態所以咧你如果啱啱想要一套一房又唔想2房3房，要一房啊，呢套應該啱你嘅啦即係性價比咯。喺大灣區買樓最主要乜嘢啊？性價比同埋係珠海中心嘅位置就 OK 嘅啦。咁時間過得真係快啊嗱，又係要同大家講拜拜啦嗱。睇過阿龍嘅視頻，包保定年年行好運。